咁啊，買樓嚟講咧，適合咧就長期居住大於5年嘅嚇，1至2年時間係過渡嘅，短期居住嘅我就建議翻租樓啦嚇。咁啊，買樓咧每個月嘅月供咧就係2509蚊，租樓咧就每個月3000蚊嘅。咁啊，買樓嘅月供咧係會比呢一個租樓嘅月租係仲要低少少嚇。Hello， 大家好 ，A 兄好家園阿唐嗱，今日咧過到嚟木馬湖嚇，咁啊揾咗個靚仔嘅位置啦嚇。咁啊，近期咧就睇到好多嘅網絡咧就好多影片嚇，咁啊有個熱話咧就關於呢一個喺內地咧退休係買樓還是租樓嚇。咁啊，我都買咗啲樓。都曾經咧喺深圳租過樓，咁啊從幾個維度啦嚇，咁啊講講啦，香港人過到嚟內地咧，究竟係租樓還是買樓嚇？咁啊我都做咗少少嘅功課嘅嚇，咁啊港人咧在內地咧係買樓定係租樓咧？咁啊核心咧都係睇翻你居住嘅呢一個時長嚇，同埋呢一個咧資金嘅預算咁樣啦嚇，流動性嘅需求啦，咁啊是否咧自住還是投資咁樣嘅，咁啊下面咧就比較清晰嘅咁樣去同大家作為一個判斷啦，同埋清晰嘅對比咁樣啦嚇。咁啊首先咧依家咧睇翻咧大灣區嘅政策嚟講啦，2026年嚇，咁啊買樓咧香港人關注咧無非都係9個城市啦嚇，咁啊珠江江啦、廣佛肇啦、深管衞啦嚇。咁啊睇翻呢幾個城市嚟講咧，好多都係免社保噶啦嚇，咁啊過稅啊。居住年限啊，呢啲嘢全部都係同我哋內地人係一模一樣嘅嚇，咁啊唔需要話要辦個居住證啊，唔需要話一定要交社保啊，唔需要話一定要出示嗰個工作嘅證明啊、學習嘅證明咁樣嘅嚇。咁啊睇翻深圳嚟講啦，咁啊深圳咧已經係放開咗好多噶啦嚇，咁啊廣州嚟講咧亦都係放開咗嘅。咁所以講咧喺香港人嚟講咧，其實係有錢就可以買噶啦嚇。咁啊特別是咧深圳同埋廣州咧係一個大灣區嘅引擎啦。咁其實咧都係放開咗嘅嚇。咁啊惠州嚟講更加簡單啦，就你可以買多套，亦都係可以網簽嚇，唔受任何限制，亦都唔需要社保，亦都唔需要話喺呢度有工作證明，亦都唔需要開公司嚇，買幾多套都得嘅。咁啊2套係可以做貸款嚇，咁啊第3套之後咧就需要係做 full pay 啦，一次性付款啦嚇。咁啊依家咧政府咧其實係放開咗咧跨境付款嚇，咁啊即係意思講係俾呢個房款啦嚇，直接咧發展商係攞到呢一個監管帳戶咧就直接係可以將啲錢匯過嚟嘅嚇，咁啊睇翻你具體嘅合同嘅金額啦係無限制嘅。咁啊之前咧就個人消費啦，每年就有5萬嘅美金啦，咁啊乘翻大概係40萬左右啦嚇。咁啊40萬咧就呢個係可以用為自己嘅日常嘅消費咁樣嘅。咁啊，其實買樓嚟講咧，依家係開放咗咧，就直接咧係將啲錢打落發展商嗰度咧，係無限額嘅嚇。你至於你買幾多套啊，額度係幾多咧，係直接去到香港櫃台嗰度係可以做到嘅嚇。好，咁啊呢個咧就買樓嚟講咧，就憑回鄉證啦嚇，同埋香港嘅身份證咧直接簽約嚇。咁啊同我哋內地一模一樣嘅。咁啊香港係多咗一個回鄉證嘅啫嚇。咁啊直接咧就簽完約之後咧，就攞去房管局、住建局嗰度咧去做一個網簽就比較簡單嘅嚇。咁啊，全部嘅手續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啦嚇。好，咁啊，第2點啦，講翻啦嚇，買樓 VS 租樓核心嘅呢個對比啦。咁有以下嘅呢幾個案例啦嚇。咁啊，第一個就係咁啊，以下咧就具體睇翻有幾大嘅因素啦。咁啊，第一個係成本啦嚇。咁啊，我咧就做咗功課咧，係以呢一個惠州同埋中山為例啦嚇。咁啊買樓嚟講咧就係退休自住啦嚇，咁啊呢個用途啦。咁啊總價嚟講咧，譬如話喺100平方嚇，咁啊大概嘅價錢咧就80萬至到150萬啦嚇。咁啊如果係80至到150萬咧，喺香港咧僅可以買到10個平方左右啦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嘅差異化啦嚇。咁啊月供嚟講咧，貸款100萬30年嚟計咧，每個月大概係4200左右啦嚇。咁啊呢個從香港嘅收入工資嚟講咧，其實都係冇咩壓力嘅嚇。咁啊，持有嘅成本嚇，咁啊，你買咗呢間樓咧，無非就係每個月交物業費啦。咁啊，好多嘅樓盤咧都係2.89萬，100平方就係280蚊到嚇，大概就咁樣啦。咁啊，水電煤咧就用幾多就計幾多啦嚇。如果係冇翻到嚟住嘅，係冇最低消費嘅，同香港唔同，香港係有最低消費。咁啊，其他嘅嗰啲，譬如話你租俾人啊，有冇啲租務稅啊？空置有冇啲空置稅啊？係冇嘅嚇。咁啊，就係水電煤同埋物業費嘅啫嚇。咁啊，呢個咧係買樓嘅成本啦嚇。咁啊優勢嚟講咧就係月供嚇等於租金啦，差唔多啦嚇。咁啊有啲要補幾百蚊，即係譬如話你租間樓租個2000蚊嘅樓，咁其實你買間樓嚟講可能就2700，就補個700蚊至到800蚊，你就可以擁有㗎啦。咁幾乎係旗鼓相當嘅，即係意思講你供咗呢層樓
你供咗呢層樓就相當於係你租間樓交租金係差唔多嘅。咁啊長期供完咧，你就可以擁有呢一份資產咁樣啦嚇。好，咁啊第二個咧睇翻租樓啦嚇。咁啊按照100平方嚟計咧，就租金嚟講就2500至到4000不等啦嚇。咁啊深圳口岸嚟講咧就可能貴啲嚇。咁啊深圳嗰邊咧就可能去到咧4000至到6000啦嚇。咁啊租樓嘅優勢咧就係冇首期嘅壓力啦嚇，同埋冇月供嘅壓力啦嚇，係一個無資產波動嘅風險嚇。咁啊劣勢嚟講咧就係租金咧係只出不回嘅。咁啊長期累積咧可能咧就會超過買樓嘅總成本嚇。咁啊呢個係劣勢啦嚇。咁啊第二個咧就靈活性啦嚇。咁啊買樓嚟講咧，正常嚟講除咗超級一線城市上海、廣州、深圳咁啊講翻呢個流通性嚟講咧，其實係比較差啲嘅，呢個係事實嘅對比香港都係嘅嚇。咁啊內地啲樓咧係流通性係比較差啲嘅。咁啊賣出嘅時間咧同埋稅費咧，咁啊係會比較長少少啦。對標剛才講嘅超級一線城市啦嚇。咁啊買樓嚟講咧，適合咧就長期居住大於5年嘅。即係意思講睇翻你個時間啦。如果你話哎呀我退休嘅我都係住過2-3年，我可能就會換地方噶啦，可能就唔會喺內地住噶啦。咁嗰啲我就建議翻租咯。如果你話大於5年同埋住5年嘅情況底下咧，都係買樓比較穩陣啲咯嚇。因為咧少數怕長計啊嘛嚇。咁啊養老啦、陪讀呢啲啦就睇翻你自己啦嚇。咁啊租樓咧個靈活性嚟講咧就1至2年咧個約嚟講咧就係可以換嘅。咁啊適合咧就係短住啦試住啦、通勤嘅呢一個過渡咁樣啦嚇。咁啊睇翻你自己嘅需求啦。咁所以講就你住長時間就建議買樓啦1至2年時間係過渡嘅，短期居住嘅我就建議翻租樓啦嚇。咁啊第三大項咧就係資產與增值嘅呢一個分析嘅比例啦嚇。咁啊從買樓嚟睇咁啊買樓咧係有產權、可自住、可以出租、可以傳承。咁啊大灣區咧係睇翻你自己嘅呢一個揀嘅位置啦、抗通脹啦咁樣嘅。咁啊睇翻咧租樓嚟講咧就係無形資產，租金咧會隨住呢一個市場嘅因素啦去上漲啦嚇，冇增值嘅呢一個收益咁樣嘅嚇。咁啊第四大項咧就適合於嘅人群啦。咁啊睇邊個係更加適合買樓啦嚇。咁啊最主要咧都係咧計劃長期定居養老。或者係陪讀啦，好少有見到有陪讀嘅。基本香港人都係退休自住啦。如果係等於大於5年嚟講，如果你有充足嘅首期，加埋有穩定嘅現金流，即係意思講我退休有長俸嘅，我退休仲有少少散工嘅，又或者咧我本身有一嚿大嘅儲蓄，本身我都可以一次性 full pay，但係我就中意佢嘅厘數夠低。咁啊依家咧係供緊，咁啊所以講咧就係睇翻你自己啦。咁啊想要資產保值啦，想要改善呢一個居住嘅品質啦，咁啊香港嘅租金又高啦，係嘛？咁啊喺內地咧就可以咧以供代租咁啊有自己嘅房產供滿咧就係自己噶啦。咁所以講咧就呢一類型嚟講咧，我覺得係比較適合去買樓嘅。咁啊更適合租樓係邊一項咧？就係短期居住1至3年。咁啊雙城通勤啦，又或者好多香港客話驚喺呢度買錯樓，咁啊整一間樓就睇睇環境，試下呢度嘅文化有冇差異，飲食有冇差異。咁啊我建議翻就可以租落嚟睇睇個環境，然之後咧先住下短租，然之後先買樓咯。又或者我本身唔考慮買樓嘅，我就係想體驗下呢一個內地生活，對比外國嘅生活有咩區別咧？咁呢一種咧係更適合於租樓啦，我覺得嚇。咁啊仲有睇啦，資金有限啦嚇，唔想孭長期嘅貸款，咁啊呢個都係自己嘅一個因素啦嚇。不確定是否長期留在內地啦，咁呢種都係好大嘅因素嚟嘅，因為咧港人退休以我哋所知咧，好多中意泰國啦、新加坡啦、美國啦、英國啦。咁啊有好多嘅國家可以考慮啦，甚至乎即係大灣區依家都係好多港人嘅一個考慮嘅因素。咁所以講咧就睇翻你自己係咪真係接受呢一個大灣區咁樣咯，係嘛？有冇咁樣嘅計劃咧咁樣嘅嚇。咁啊最主要咧都係租樓嚟講咧係追求呢一個高流動性啦，唔想承擔呢一個房價波動嘅風險啦。咁呢一種咧，如果你話唔想承擔，即係買樓嗰時咧，其實係有講嘅。買樓需謹慎，投資有風險嚇。咁啊，同大家講啦嚇。好，咁啊一句説話咧，總結翻剛才講嘅嘢啦。如果係長期住嘅，
養老退休嘅，咁啊買樓嚟講咧係比較划算啲啦嚇。咁啊因為咧月供咧就從租金咧就差唔多嘅嚇。咁啊供完之後咧就最終嗰間樓係你嘅。咁啊短期過渡啦，同埋試住啦，雙城通勤啦。咁租樓嚟講係比較靈活啦。如果你唔中意呢間樓，唔中意呢一區咧，你可以馬上去換啦。咁啊冇壓力，係比較容易去調整嘅嚇。咁啊我想講講咧，以下咧係我按照咧就惠州嚇惠陽大亞灣呢一個區，按照100平方3房自住港人嘅首套，做一個咧比較清晰嘅呢一個對比啦。咁啊數據咧按照翻咧就今年3月份最新嘅呢一個租金嘅行情嚇。好，咁啊惠州啦嚇，咁啊惠州100平方3房啦，主流單位啦，有啲係100平方可以做到4房嘅，咁啊幾乎都係100平方做3房啦嚇。咁啊房價按照7000蚊嚟計啦，咁啊總價咧乘以100方係70萬啦嚇。咁啊惠陽大亞灣嘅價類似都係咁樣嚇。咁啊好似木馬湖呢啲咧8、9千咧可能高少少，但係位置唔同嚇，1分錢1分貨嚇。好，咁啊按照翻總價嚟計啦嚇，咁啊15%嘅首期啦，利率咧就3厘嚇，咁啊30年嘅等額本息呢一個方式去做啦嚇。咁啊租樓咧就係月租3000蚊都係按照100平方3房。咁啊年上漲咧係3%嘅，咧租金要上漲噶嘛。咁啊持有嘅成本嚟講咧持有嘅成本咧就係物業費啦，加埋水電啦咁啊大概係300蚊一個月啦嚇。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買樓，咁啊買樓咧就30年持有嘅。咁啊第一個咧就一次性嘅支出啦嚇。咁啊一次性嘅支出咧，第一個你70萬嘅總價，乘翻15%嘅首期咧就係105000嘅呢一個首期。咁啊加埋呢啲契稅啊、雜費啊，大概1.2萬左右啦嚇。咁啊合計咧，你要支出嘅成本咧，大概係11.7萬。咁啊月供咧加埋還款咧，可以計一計嘅。咁啊貸款咧就59.5萬，月供咧就2509蚊嚇。咁啊總嘅還款咧係本金加埋呢一個利息咧，一共係90.3萬。咁30年嚟計咧，持有嘅成本咧就係90.3萬啦嚇。咁啊加埋咧仲有啲物業費啦、水電費啦嚇。咁啊物業費咧就係300蚊啦，乘於1年啦，再乘翻30年嚟計啦嚇。咁啊照10.8萬，一次性咧支出嘅咧就係11.7萬。咁啊合計咧就係1128000。咁啊最終你擁有一套惠州100平方3房嘅房產，你可以自住，可以出租，可以傳承嚇。咁啊呢個係成本啦。咁啊租樓咧就講講啦嚇，連續租30年咧，每個月你支出咧就係3000蚊3000蚊首年嚇。咁啊3000蚊一個月，咁啊仲有水電啦，加埋300蚊一個月啦。咁啊水電咧用幾多就計幾多嘅，房東係唔包嘅。咁啊首年咧每個月平均咧就3300蚊一個月啦。咁啊租金會上漲㗎嘛，因為你呢家係測算30年一路連續租30年啊嘛。咁啊30年咧總嘅租金咧就年上升3%。咁啊總嘅租金咧個福利咧就係171.3萬，總嘅租金租30年嚟計嚇。咁啊物業費咧加埋水電啦就10.8萬，咁啊合計咧就係1821000。咁啊最終嘅結論咧就係冇房產純支出咁啊咁樣計嘅情況底下咧係買樓比較抵嘅嚇。好，咁啊第4點咧，買同租關鍵嘅呢一個對比啦，都係以惠州100平方為例啦嚇。咁啊30年嘅總支出咧，買樓咧係1128000蚊，係有樓嘅供滿咗。租樓咧，你租30年咧係1821000蚊，係交咗30年租嚇，咁啊係冇樓嘅。咁啊差額嚟講咧，買樓會比呢一個租樓咧慳咗69.3萬，仲多咗一套樓揸手。咁啊月供咧 VS 呢一個月租嚇。咁啊買樓咧每個月嘅月供咧就係2509蚊，租樓咧就每個月3000蚊嘅。咁啊買樓嘅月供咧係會比呢一個租樓嘅月租仲要低少少嚇。咁啊計翻啦呢一個靈活性啦，同埋呢一個資產啦嚇。買樓嚟講咧流動性係比較差嚇，但係有資產抗通脹可以傳承嚇。咁啊租樓嚟講咧就比較靈活，但係租金咧係只出不回，冇資產，長期嚟計咧，如果好似剛才咁樣計30年咧係貴好多嘅嚇。咁啊總結翻啦，一句説話，如果惠州為例如果計劃咧住5年或者大於5年咧，你自住又或者立定決心翻嚟大灣區退休養老咁啊買樓嚟講係比較划算啲嘅。咁啊月供咧會更加之低啦長期嚟講咧係慳咗幾十萬，而且仲有房。咁啊如果話短期過渡性嘅
想試住下，想體驗下呢個城市啊，體驗下大灣區啊，大概1至3年左右啦。咁啊唔確定是否真係要定居大灣區嘅。咁啊租樓嚟講咧係比較靈活啲嘅，因為你買咗呢間樓你就要供30年㗎嘛。有啲係可以咧退咗休攞嗰啲強積金啊一次性還晒，因為你買咗就始終唔同嘅。咁你租嗰時咧可能隨時都可以退出，隨時都可以換地方。咁啊睇翻你自己實際嘅情況啦。咁最主要咧我總結翻啦。嗱，今日做咗少少功課，我自己咧就憑自己嘅經驗咧總結翻啦，就係第一個租樓嚟講咧，其實個成本同你供30年租30年咧，其實係買樓係比較划算啲嘅。咁最終咧都係你睇翻你自己嘅預算啦，睇翻你自己居住嘅呢一個時間啦，睇翻你自己即係兩夫妻又好，家人又好，接唔接受呢個大灣區。其實好多人接受大灣區嘅，因為咧我哋好多客咧就跟我哋買咗樓咧過到嚟呢邊居住啊、食啊、玩啊、坐交通嚟講咧，其實都反饋俾我哋咧都幾好嘅。因為咧佢話：哎呀，坐地鐵咧真係10蚊可以坐20幾個站啦，10幾蚊有個3、4餸嘅飯啦，然之後去嗰啲趙偉明嗰啲零食咧100蚊有2大抽啦，你香港係做唔到噶嘛。同埋去街市咧100蚊可以買4至5個餸，再加埋一個湯啦，香港係做唔到噶嘛。咁所以講咧就係大灣區嚟講，無論係邊個城市，人都係好包容嘅，識講廣東話，大家語言溝通能力係冇問題嘅。同埋咧，依家治安好咗好多，同埋依家個價錢嚟講係非常之平嘅。咁歡迎大家 WhatsApp 我哋6740060同大家一齊交流咧，一條片拍唔晒嘅。咁大家咧可以咧就 WhatsApp 我啦，與我建立聯絡啊。咁有啲關於咩買樓啊、置業啊、養老啊、醫保啊、退休啊、買車啊，任何嘢都可以諮詢我嘅。咁希望呢啲資訊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咁出年見，拜拜，下一集更精彩，拜拜。